喂喂喂，各位馬迷朋友，大家好啊！有冇覺得我把聲唔同咗呢？因為我係靜靜。喂喂喂，各位好耐冇見，我係悠悠啊，唔好意思啊，咁多位呢排因為都好忙啊，所以都冇俾到心水大家。一直以嚟都係我哋兩個負責分析同埋寫廣告，因為悠悠把聲好聽啲啦，所以之前呢都係去幫手做主持嘅。但係因為佢近排都好忙學業啦，所以就先喺幕後方面幫手，之後再返嚟陪大家啦。希望大家唔好介意，嚟緊就會係我靜靜同大家一齊傾馬仔。咁我爸爸之前都係馬主啦，呢啲都係我問佢攞嘅證明。咁希望之後都可以幫到大家手啦。事不宜遲，同大家分享翻今次第一次同大家講馬仔，就係呢一場第7場3班14米精英盃。先嚟地獄判官環節，睇下今場賽事邊一隻伏馬一定要飛走先。第一隻要飛走嘅絕對係呢一隻7號幸運有你，劃過3個大交叉先。呢一隻馬一直以嚟都係跑一啲級制賽同精選暴雪、嘉應高升等等馬匹同場跑，但係一直以嚟都冇話有太大嘅威脅。上仗已經係同精選暴雪一齊跳落嚟3級賽跑，但係都未話有太好嘅表現。今場仲要遇上咁多有實力表現嘅側身對手，幸運有你真係好難跑。所以第一隻無情劃個大交叉就係幸運有你。第二隻要劃個大交叉亦就係5號好有心得賀澤堯大衛希斯。呢一隻馬一直都係由班德禮配阿大衛希斯一齊去贏馬上名，但係班德禮就傷患停賽，近排遇到意外墮馬受傷，所以今仗換上賀澤堯絕對唔睇好。賀澤堯近排連3班賽、4班賽都好吃力，成績唔算話太好。今次要跑3級賽，絕對唔容易發揮。劃3個大交叉，4個。講完邊一隻伏馬，講下今場嘅完美 package。第一隻心水想揀翻嘅就係9號時時歡聲莫雷拉告東尼。呢一隻馬匹上仗係由潘頓策騎，但係今仗呢都用翻莫雷拉，因為潘頓絕對做唔到117磅。睇翻時時歡聲上仗潘頓跑，其實做緊124磅，都算係比較重嘅一個磅位，仲要係真程去咗1600米嘅賽事。今場除咗縮程去翻1400米之外，就係用上莫雷拉去幫手。莫雷拉124磅去到117磅，其實相對都係輕咗好多磅位，所以今場絕對係有一定嘅優勢。加上上仗潘頓發揮，其實都絕對唔差。大家一齊睇翻片先，大家可以見到時時歡聲一路同隻合夥奔馳擺喺前面走。而首飾天空、光年魅力等等都係後上馬，但係合夥奔馳同首飾天空、時時歡聲其實3隻馬都係相當之接近，只係輸俾頭馬光年魅力半個馬位至個臂位。今次除咗減磅，仲要可以爬翻1400米贏馬路程，所以今次時時歡聲最值得留意。第二隻要留意翻嘅就係6號小鳥天堂潘頓丁冠豪嘅馬匹，雖然唔值得3個剔，但係小鳥天堂喺4歲系列打比賽之前都有一個好穩定嘅表現，加上潘頓都係對呢一隻馬相當之重情重義。大家可以睇到小鳥天堂喺6月11號都由潘頓自己幫手做操練，贏咗呢一課嘅例習。除此之外，最值得大家關注就係小鳥天堂跑翻1400米。喺1400米路程，小鳥天堂係從未甩過3甲，無論係喺3班賽事定2班賽事，都對於小鳥天堂相當之有利。相信近幾仗成績比較差，都係因為
真友情跑1,800米、2,000米等等嘅路程，加上上一仗係由潘頓跑一級賽，孭一個126磅平磅重磅去跑，所以對小鳥天堂都係比較難發揮。今次雖然大家都係有實力嘅對手，但係呢一隻小鳥天堂可以孭返平磅，跑返1,400米贏馬路程，絕對值得大家留意。第三隻大家要留意嘅馬匹就係2號精算暴雪艾杜拿蔡約翰。艾杜拿少有一啲忠心準成嘅馬匹，但呢一隻嘅精算暴雪正正就係佢胯下相當之穩定嘅實力馬，加上之前都一直係同嘉應高升一級賽同場跑，直至上仗跑返3級賽即刻上到名。由於上次檔位都唔算話太利精算暴雪，所以都留得比較後，但係精算暴雪都加返強橫後勁，跑到第2名。同場標誌星河今場都有2隻同主馬，標誌銀河手機標霸，精算暴雪一定可以回馬槍贏返標誌銀河標系嘅馬匹。我哋一齊睇返片先，大家可以睇到精算暴雪現家仲喺好後面嘅位置，相反標誌星河呢一場嘅頭馬都係喺一啲內欄偏前嘅位置，但精算暴雪最後嗰幾步都係相當之強，差啲就過到呢一隻嘅標誌星河，所以精算暴雪只要一有返好嘅檔位，絕對有機會贏返轉頭。今次正正就係有個2檔位，艾杜拿對於精算暴雪都係相當之熟悉，要加3個剔嘅就係呢一隻嘅艾杜拿坐騎精算暴雪。覺得呢一條片幫到手嘅，記住留返 like 同埋 share 俾你身邊嘅朋友。靜靜同悠悠會喺留言 comment 同大家一齊傾下馬仔，下條片再見。